后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高雄的凤山，最近一个月发生3件男子提枪带随机攻击民众的事件。昨过来发生一件，这是另外一个骑乌多摆的男子，骑到半路啊，先甲边仔一个骑机车载查囝的太太做迄个势要共拍，太太赶紧来闪开，扫落来这个查甫人又搁共斩，骑伫边仔另外一个骑机车阿伯啊。警方调监视器找到这个查甫人，伊讲因为要赶上班，头前个人骑伤慢，一时着急失控，才会做出这款的行为，嘛唔知这是啥物理由。伫监视画面内底，雄雄有一个骑乌多摆的查甫人，伸脚站边仔的阿伯，阿伯险啊就对车顶摔落来。9月初9透早7点半，高雄凤山发生一个查甫人占车的事故。其实伊原本是想要拍另外一名骑车载查某囝的妈妈。其实离我很近很近，然后有伸他的左手要过来，然后我就转向了。当然很紧张啊，我接着我带小孩。这个妈妈尾啊里面找发文，警察调查了后，找到这个拍人佮占车的王姓男子，将伊带回去警察局。他是说真的赶着上班啦，赶着上班心急啦，所以时才会情绪失控啦。男子事后互人移送法办，其实伫凤山这颗日啊，安尼凊彩攻击的代志，包括即摆就已经有4件，进前是另外一个查甫人骑枪带攻击过路人。不会很多了，这个少部分的那个不良的少年。警察表示会加强巡逻，维护当地治安。